这是一篇很牛逼的文章，你若不被打倒，那么你会更坚强。如果你看到前路茫茫，一片黑暗，请不要惊慌，你所经历的正在被称之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要沮丧，因为你的未来就像一张白纸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上面描绘。如果你现在还一事无成，别气馁，因为你现在的年龄正是为明天的成功而奋斗的最佳时期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被人瞧不起，那又何妨？你的尊严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靠实力赢回来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，不要放弃，其实你只是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而已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太苦了，那是因为你在用一只眼睛看世界，而上帝却给了我们两只眼睛。所以请睁开你的眼睛，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走得很累，也许是因为你在上坡的路上，但你要知道，走过这段艰难之后，你就会走上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。如果你总是对自己不满意，那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小树，在风雨中不断成长。虽然有狂风暴雨，但是你也学会了坚强。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，那就停下脚步歇一会吧，看看路边的风景，听听鸟儿的歌声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坚持下去，那么就换一种方式继续前行。当你经历了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很艰辛，那么请你回头看看那些比你还辛苦的人，他们都在默默努力地活着，为了家人，为了孩子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前方的路遥不可及，那么你就放慢脚步，把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，一步步来，终有一天你能实现梦想。记住，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，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；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，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只有让自己变优秀了，才不会惧怕别人优秀。这是一篇很牛逼的文章，你若不被打倒，那么你会更坚强。如果你看到前路茫茫，一片黑暗，请不要惊慌，你所经历的正在被称之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要沮丧，因为你的未来就像一张白纸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上面描绘。如果你现在还一事无成，别气馁，因为你现在的年龄正是为明天的成功而奋斗的最佳时期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被人瞧不起，那又何妨？你的尊严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靠实力赢回来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，不要放弃，其实你只是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而已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太苦了，那是因为你在用一只眼睛看世界，而上帝却给了我们两只眼睛。所以请睁开你的眼睛，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走得很累，也许是因为你在上坡的路上，但你要知道，走过这段艰难之后，你就会走上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。如果你总是对自己不满意，那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小树，在风雨中不断成长。虽然有狂风暴雨，但是你也学会了坚强。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，那就停下脚步歇一会吧，看看路边的风景，听听鸟儿的歌声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坚持下去，那么就换一种方式继续前行。当你经历了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很艰辛，那么请你回头看看那些比你还辛苦的人，他们都在默默努力地活着，为了家人，为了孩子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前方的路遥不可及，那么你就放慢脚步，把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，一步步来，终有一天你能实现梦想。记住，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，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；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，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只有让自己变优秀了，才不会惧怕别人优秀。这是一篇很牛逼的文章，你若不被打倒，那么你会更坚强。如果你看到前路茫茫，一片黑暗，请不要惊慌，你所经历的正在被称之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要沮丧，因为你的未来就像一张白纸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上面描绘。如果你现在还一事无成，别气馁，因为你现在的年龄正是为明天的成功而奋斗的最佳时期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被人瞧不起，那又何妨？你的尊严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靠实力赢回来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，不要放弃，其实你只是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而已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太苦了，那是因为你在用一只眼睛看世界，而上帝却给了我们两只眼睛。所以请睁开你的眼睛，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走得很累，
也许是因为你在上坡的路上，但你要知道，走过这段艰难之后，你就会走上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。如果你总是对自己不满意，那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小树，在风雨中不断成长。虽然有狂风暴雨，但是你也学会了坚强。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，那就停下脚步歇一会吧，看看路边的风景，听听鸟儿的歌声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坚持下去，那么就换一种方式继续前行。当你经历了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很艰辛，那么请你回头看看那些比你还辛苦的人，他们都在默默努力地活着，为了家人，为了孩子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前方的路遥不可及，那么你就放慢脚步，把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，一步步来，终有一天你能实现梦想。记住，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，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；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，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只有让自己变优秀了，才不会惧怕别人优秀。这是一篇很牛逼的文章，你若不被打倒，那么你会更坚强。如果你看到前路茫茫，一片黑暗，请不要惊慌，你所经历的正在被称之为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一无所有，不要沮丧，因为你的未来就像一张白纸，任何东西都可以在上面描绘。如果你现在还一事无成，别气馁，因为你现在的年龄正是为明天的成功而奋斗的最佳时期。如果你现在还在被人瞧不起，那又何妨？你的尊严是在未来的日子里靠实力赢回来的。如果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意义，不要放弃，其实你只是还没有找到生命的意义所在而已。如果你觉得人生太苦了，那是因为你在用一只眼睛看世界，而上帝却给了我们两只眼睛。所以请睁开你的眼睛，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走得很累，也许是因为你在上坡的路上，但你要知道，走过这段艰难之后，你就会走上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。如果你总是对自己不满意，那是你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了。你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棵小树，在风雨中不断成长。虽然有狂风暴雨，但是你也学会了坚强。如果你觉得压力太大，那就停下脚步歇一会吧，看看路边的风景，听听鸟儿的歌声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是多么的美好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坚持下去，那么就换一种方式继续前行。当你经历了无数次跌倒再爬起来后，你会发现你的人生会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如果你觉得生活很艰辛，那么请你回头看看那些比你还辛苦的人，他们都在默默努力地活着，为了家人，为了孩子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别无选择。如果你觉得前方的路遥不可及，那么你就放慢脚步，把目标分解成一个个小目标，一步步来，终有一天你能实现梦想。记住，当你的才华还撑不起你的野心时，你就应该静下心来学习；当你的能力还驾驭不了你的目标时，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。只有让自己变优秀了，才不会惧怕别人优秀。